從未受訓跑去戰地，女記者慘變性奴。佢將咁可怕嘅經歷收錄喺回憶錄，今個禮拜就會出街。事件發生喺08年，Amanda 因為厭倦做侍應，喺從未受過新聞訓練嘅情況之下，毅然走去做戰地記者，心口掛住個勇字，同做攝影師嘅前男朋友一齊去索馬里採訪，就連當地保鏢都唔敢去嘅地方，佢哋膽粗粗自己揸車去。點知喺第3日就遭到12個武裝分子綁架，綁匪要求佢哋嘅屋企人交出300萬美元嘅贖金。不過無啦啦邊有咁多錢啦？政府亦都唔肯出。為咗生存 ，Amanda 扮信伊斯蘭教，每日跪拜5次，希望唔再被打。不過都冇用，仲每晚都被強姦啊！又被逼玩亡命俄羅斯輪盤。冇幾耐 ，Amanda 個嘴出現真菌，感染到塊面，指甲亦都開始剝落。經歷咁悲慘嘅生活，佢諗過自殺，但係見到窗外邊嘅雀仔飛過，又令佢再次充滿希望。最後屋企人籌到50萬美金，先至救翻佢哋出嚟。有傳喺15個月嘅禁錮期間 ，Amanda 曾經生咗個 B。希望 Amanda 真係做得到啦〜